立法院明仔载会针对明年度总预算案，搁再召开调野协商。这调野针对着原住民减发补偿等等预算无共识。行政院主计长陈淑珠今下晡呢，就特别拜会民众党团说明行政院方案。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伫咧中常会顶头，讲要来动员，也要来号召2000名支持者。明仔载去到立法院外口声援国民党的立委，会结合我们原民朋友。 结合医护的朋友，结合我们农民的朋友，明天也会来力挺我们立法院党团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常会顶头公开动员，要号召将近2000个支持者，在24时下晡踮咧青岛东路集合，因为当时阵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要进行再度协商。 那也不满行政院无照顶会期的修法，甲原住民减发的补偿金按1公顷3万调到6万。虽然行政院长梁步伫总预算编列4万，也毋过伫咧原住民基金编2万，调也无共识。因为在野党也认为农粮的收购根本会点答预算嘛无编足，歪梁步为着化解场面。 主计总处主计长陈淑珠伫23来民众党团拜会说明行政院的方案，尽量大家互相了解啦。因为刚才那个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，他是在里面算是有动怒了一下。没有，还好。如果南辕北辙的沟通啊，当然就会有一点生气的哈。公粮收购这个部分啊，农业部。 他自己还没有提出一个解决之道。至于健保点数的问题啊，他们也有所承诺，可是最后还是要等到政党协商才算数。我们不希望原民朋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为了26亿的原民进法补偿金，挡下3兆全民的预算，这样真的不符比例原则。请让总预算交付审查。 在内政委员会的场域，关心原民的立委们，可以在内政委员会针对原民会的预算提出指教。民进党立委呼吁南北立委要赶紧进行审查总预算，唔通阁操作政治对立。也毋过伫南立北拢有坚持的状况之下，拜谢调野协商充满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